这个统一狮的投手郭俊麟过去捌伫日本的职业棒球埼玉西部Lions这个球队拍球啊，所以甲这个球员来看到泰拉凯马，大家拢真熟悉，所以因两个过去就是朋友啊。去年底呢，这个凯马来台湾访问啊，所以伊做地主嘛，所以带伊去西亚市，甚至佮找伊熟悉台南的设计师傅来甲伊饭店来帮伊设度做头章，好好啊款待。 人生没有阶级过，都是被人家劫持。统一狮投手郭俊麟伫机场到底是要接什么人？来了，他戴个帽子，那个。原来伊伫等的是英国伫日本职棒西部赛队友平良海马，一个出机场先买一杯饮料，煞来到绕过夜市啊去食台湾在地小店。两人拍加几嘛无问题。原来伫去年底，平良海马捌因为航班的因素快闪台湾一天，新年地主郭俊麟把时间西亚车以外，搁找台南的设计师伫饭店内底。甲剪头章，因为平良海马来台进前一暝，讲想要伫台湾加头毛，才会和郭俊麟赶紧联络台南的设计师。还蛮兴奋的，然后又有点紧张，因为。 第一次帮日本的球员剪头发，当初他们就是要求说要剪什么样的发型，他就说完全交给我处理，因为他是运动员，然后运动员就是想要清爽一点，所以就是帮他剪油头，让他把额头露出来这样。事后郭俊麟嘛表示讲，平良海马嘛邀请伊伫新球季结束后去石湾岛做伙训练一礼拜，两人未来敢会搁重逢和球迷真期待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